哦，那我做的当时讲，我的历史就要60档啊，嘿，我一下做差不多将16档安尼，我按公务开始。这样是很好，因为晚上的时候这里的灯光啊、采光不是很好啊。哎呀，我一到晚上的时候这里就很暗了。是。所以现在有灯光的时候，我们这里晚上很漂亮。晚上它用投射的，就可以打投射。打投射3间的，哇，很漂亮。这是 OK 的啊，因为有现成的那个这对啊，就这个新的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是很明确的是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基本上是以这个做范例。那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看得见，接受度就 OK。上一次火灾，其实起因就为什么会延烧这样，就是从电线来。那我们看到隔壁这边，他这样施作的方式，就大家是可以接受。真好啦，真好啦！这3间来讲啦吼，这个配讲吼，我的印象甲就配3摆呢，第2摆啊，佫无配第3摆，才成功嘞，讲配一个安尼。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你来过新化老街吗？超过90年历史的新化老街街区，以仿巴洛克式风格的立面建筑著称，从日据时期就延续至今。107年的一场大火，将我身后的泰香饼铺及邻近2家店家的老屋立面付之一炬。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以老屋立面专案处理，得以看到现在漂亮的立面。然而，今年度也有11家店家愿意加入这个专案哦，预计会在新化老街开办前完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新化老街不只是台南非常重要的一条老街，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街区，它已经有80几年的一个历史。那我们已经完成了4栋老屋立面的一个整修，包括它的一些电线等等现代化的一个设备跟老建筑把它融合在一起。那目前也有11栋的老房子也即将加入整个立面的一个整理跟修复。那相信整个完成之后，整个新化老街的立面会更加的一个漂亮。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老屋的一个保存的运动，让更多人来关心整个台南的文化资产的一个保存工作。我相信这是一个公私部门协力最佳的一个典范。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位欢迎收看5月27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总质询。议员顾木下照上午伫总质询当中，针对目前正在推动的族群主流化政策，呼吁各局处嘛应该像疫情同款超前部署，积极提出相关的政策作为，包括托育家园、教保中心以及增加原住民艺术团体表演等等。地处市长嘛支持族群政策是需要多元创新。原住民族语言法定化已经3度通过相关法条内容，看写每一个局处，所以议员顾木下照以及积极推动的族群主流化政策，嘛希望各单位拢爱想1个到2个作为，用早思考规划伫都会区嘛来示范推动，参照疫情超前部署共款。同时，透过民族事委员会作为一个平台，达到有效的资源整合。中央的政策在推原住民的这个族群政策，语言文化的时候啊，我也一再的强调，其实我每次开会，不管是跟中央有机会有碰到的时候，其实都在强调，就是我们的族语文化，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事务，甚至是原住民的健康照顾等等这些呢不应该只是在部落才有相关的政策的推动。其实都应该也要去重视都会地区要怎么去推。那其实呢，这个也是我过去以来一直在想的，就是说中央的政策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在都会地区要怎么推，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也是我的职责了哈。为了小局长嘛，免卡回应家庭功能的支持，加生活适应，已经是因推动的目标。就是针对新住民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成立一个8个据点。
来做个服务。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最主要是说在家庭功能的支持，如何去建立家庭功能，还有一个是来的话，包括原住民或新住民他们的生活适应，因为他从某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来，这个环境上他可能不适应，那需要透过这个部分来协助他们。所以包括了儿童的生活的照顾，还有包括医疗的照顾，我们有医疗补助，如果生活困境，我们医疗协助，好，还有包括社区的多面向的一些活动，多元化的活动，包括帮他们做生活适应的研习，还有包括协助他们考执照，那就可以增加他们生活的经济压力，所以经济的这种条件，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从个人，还有家庭的支持，还有资讯的方向，还有经济的面向，好，这几个面向来做一个支持性的协助。会中议员嘛陆续点名教育局推动教保中心、文化局增加原住民艺术表演等有教价的舞台甲特色的据点。对此，市长黄伟哲回应，类似原民中心由担率先成立的创新带动为例，强调无希望原地踏步。您刚讲有些事情是像原民中心是台南市先推出，然后这个其中央或其他县市在跟进，才规定全国都要设置原民中心。甚至台南没有原乡，有些地方有原乡，在这个族群政策上面，我们有台南市在历任的市长的努力下，是有一些创新的举动。但是我只是想说，我们至少要努力跟上这样子，不要就变成别人已经做了很久了，别人已经做了已经蔚然成风啦，那我们自己还这个原地踏步，我们就不希望这样子。台南族群主流化如何有效资源整合加沟通协调，后续拢有待观察。台南新闻军及张硕伟采访报道。今年国庆宴会确定选到台南以后，民代为争取伫该区域举办，拢全力发声。其中议员罗坤福、上午总咨询嘛强烈建议爱选择伫安平港。另外，有关中央的大南方计划，嘛有针对安平港湾的重大投资开发案，议员再次发出电函，要求港市合一申请。议员罗坤福强调，港市合一对前市长柯添在交代已经讲要19档，不过因为属于高雄港务局管辖，虽然家己拢无法度做主，所有建设经费无拢是别人出的。议员强调，中央有一项北观光南经贸的大南方计划，将引进6大产业来招商投资，其中就包括安平港湾开发。伊认为该案4档8到10年预算乃当成功，未来发展无可限量，所以再次要求市长一定要全力拼港市合一。北观光南自贸这个案子成案的话，我们还要经过高雄港务局诶。这20-30档内，咱看有到诶。高雄港务局的经费是交通部，交通部落来。老实讲，我高雄港务局石村的较有落安平港啊，这30档内安平港都无开发。这点委员你讲得正对，拢所以恶性循环。对嘛？所以你今仔做市长啊，你外交你要负责任嘛，港市要合一，甲安平港收转来咱台南市，由咱家己管理，安尼。有问题无？因为过去拢安尼，愈无开发愈无建设，愈无建设愈无收益，愈无收益就愈无开发，啊，就安尼恶性。对嘛？另外，今年国庆宴会确定伫台南市，会中议员以安平的条件甲优势，嘛积极争取伫安平港举办。市长黄伟哲表示，国庆宴会地点已经向中央提出2位建议，包括安平港甲将军渔港。即议长郭信良所提出观海桥到咸水溪桥边的高滩地，市长嘛回应该所在视野开阔，方便停车，买当热烈考量。台新闻军及张硕伟采访报道。随着肺炎疫情已经慢慢稳定，所以市府开始为未来观光振兴来做准备。其中特别举办培训课程，邀请知名的糕饼店来分享因走向国际经验，嘛期待这个互相交流，会当提升台南的观光品质。台南的观光工厂是全台湾上济，一档嘛创下5亿的产值。而面对疫情的考验，市府特别办理国际包装工作坊，邀请台南知名糕饼店来分享因走向国际经验。
现在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国际观光客已经趋近于零。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防疫的阶段，如何我们先做好提前的部署。所以这次的课程我们会从包装到流程，然后从品牌去切入，如何去思考提供国际观光客的包装，在观光工厂的通路能够推出。当一旦疫情结束之后，国际观光客回到台湾，来到台南，让他们能够体验最美好的台南的旅游的行程。受到疫情影响，国际旅客来台湾人数大减少，不过机会往往是留予准备的人。所以目前先对国内旅游开始，相信累积经验以后，未来在迎接国际旅客时阵会更加完善。过去观光工厂，大家的感觉好像是工厂为主，观光为辅，但是相当程度的，事实上随着台南作为一个观光大市，而且台南的观光工厂数量在全国来讲是最多的，我们慢慢要推动这个以观光为主的一个流程，尤其在COVID-19 的这个疫情已经进入后半场，进入下半场的时候，这个很多过去的限制慢慢都要解封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强推这个观光工厂的游程，尤其观光工厂主要锁定的对象是国旅。那在这一波解封的过程中，因为世界各国很多的国家，它的这个疫情进展的程度还不一定所以说我们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开放外国人来台湾旅游。所以观光工厂正好是因为它锁定以国旅为主，将来在第一波这个解封过程中，我们当然要力推国旅，那观光工厂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亮点。台南的观光工厂拢具备教育甲娱乐，甲别个县市比较较无同，这嘛是台南的特色。所以希望透过国际化的包装，以及伫一间观光工厂内，卖当看见北京的商品，这款交流的模式会当互台南的观光工厂迈向另外一个高峰。台新闻顾问局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为了感谢辛苦的消防人员伫防疫期间的付出，市长黄伟哲带领消防局局长李明峰、台市消防指挥会副理事长做伙办证英雄面，向台市的消防英雄表达感谢，场面相当温馨。消防人员平常时除了拍火甲救护以外，疫情期间也增加了侪防疫的工作。现在国内的疫情暂时得到控制，为了感谢辛苦的消防人员，市长黄伟哲也联合消防指挥会，将得到总统肯定的英雄面送予消防局，代表市民向辛苦的消防英雄表达感谢。代表我们台南市189万市民，来对我们防疫英雄，我们消防局这些好朋友而且是防火英雄，而且是救护英雄，来颁证英雄面。这个英雄面是蔡总统这个预示的，但是我们一定这个把英雄面赠英雄就像宝剑赠英雄一样。我们对于消防人员，他不管是待遇上，或者是他的装备上，或者是他的消防衣上，或者是这个消防衣的洗涤清洁上，是否都尽了相当多的努力？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些努力事实上也在消防同仁的表现上得到了市民肯定，因为我们光是去年就救了34条欧卡的人命。如果没有这些设备，没有这些消防人员用心在第一时间救难抢险的话，这34条市民的宝贵生命可能就因此消失掉了。所以呢，因为消防同仁这么努力，那我们特别借这个机会，把总统钦点的亲自命名的这个英雄面来赠予给他们，表示对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最高度的肯定。
这组音响咪现在也会使伫大卖场来买到，当中有10种台南优质的面条，喜爱食面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受疫情影响，除了河滨将的工作受到冲击，企业收入大受影响，连带嘛造成侪个社会福利团体捐款大减少。不过现在因为疫情得到控制，所以议员创全每下爱心企业捐赠物资甲现金，予3间教育院，嘛希望大家唔通袂记哩，也阁有侪个弱势团体需要到3间。因为疫情的冲击，造成了侪社福团体捐款减少。对此，议员蔡宏全也特别媒合了善心的企业，要来帮助台南3间的教养院，同时也呼吁社会大众，莫忘记这需要帮忙的弱势。很多弱势团体平常都是靠非常多的善心的企业，那很多善心的企业，其实在这一波的疫情冲击还蛮大哈。虽然台湾已经冲击到最小，但是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其实他们自己本身都自顾不暇。那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这个疫情哦。那其实很多社福单位的缺口变得更大哈。那我们今天特别是针对比如说教养的部分，特别弱势的一个单位哈，还有平常默默耕耘不被大家所看到的团体哈，包括我们今天的德兰园哈，那个都是平常大家不会去特别的一个关心，因为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宣传，不会主动去找资源哈。那所以这一场的一个促成哦，特别感谢喜来登名床的曾小姐哈。那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那怎么样去帮忙哈？真的是有需要啊，然后又刚好他们真的又需要用得到这个床哈，就把它捐出来哈。那所以主要是希望大家哈。在这一波的疫情，也要关注一下很多的弱势团体跟弱势的一个社福团体哈，他们真的非常的需要哈。这届除了捐赠现金以外，也有名称，也予受赠单位的代表拢非常的欢喜，强调会好好利用这份爱心。这么长的时间以来，疫情这样过来啊，其实真的感受到我们台湾啊的社会真的是尤其是台南，大家真的是满满的热情。那也不忘记关怀我们这些弱势的团体。那也是因为蔡小姐第一次跟我联系啊，然后就是说有床可以捐给我们的院生使用，也是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在我们身障的这一块，其实有时候还蛮容易被忽略的。那也是很感谢蔡议员这边的促成啊，然后就是成就今天这样子的跟大家的结缘。那在这边也是代表我们的院生跟大家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的爱心这样。那我们也不会辜负你们大家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也会继续服务这些需要被帮助的孩子。社福团体除了感谢这善心企业的捐赠以外，也希望会使有更较侪人看到社会上弱势的需求，帮助因度过这个难关。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因应肺炎疫情，基美核中心对2月中旬就开始提供慢性病药的药来输服务，也是民众只要伫领药前一天敲电话或者是网络预约，隔天就当来柜台领药啊，不但减少排队时间，嘛减少出入病院受到感染的风险。病院是治疗疾病所在，但嘛有可能是各种病菌集中的区域。尤其现在，大家拢在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侵袭，互真侪原本是要去病院看诊，或者是领药的民众，感觉到恐慌。基美医学中心就大声推出慢性处方签药来输的服务，互民众伫前一天会当透过电话或者是 App 预约，减少民众伫病院内底排队等待的时间，降低感染的风险。本来是要在那个楼下那边预约排队领药。现在这个特殊比较方便，我们直接到这个地方，不用到那个门诊那个地方去。民众在进出医院的时候，像现在可能很多医院都要有过健保卡、读旅游史的这一些防疫的措施。那就表示进出医院可能也是一个可能会感染的风险。那我们为了让这些为了只是单纯领药的民众，然后他可以减少进出医院的一些风险的疑虑，所以这个药来素或是得来素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提供，大概就是来减轻或者是让民众安心的一个方式。目前得来素针对的就是提供给预约慢签的病人，也就是说他
可以使用我们院内的 APP 或是网络还是电话预约的系统，那他就可以来领取他第2次或是第3次的慢签。那只要在他领药的前一天，以上述的方式来获得这个预约的号码，就可以利用得来速的方式来取得药品。药来素服务柜台目前设立伫咧大武街7门的入口，提俾病院呼吁需要领慢性处方签的民众，爱多多利用这项方便服务，不但省时又搁安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第50届全国机能比赛南区的赛艇，日前伫分家南分数顶场地来举行。今年总共51类900多位选手参加，其中伫贴砖仔比赛当中，有女性的选手可能一天贴200块砖仔来竞拼金牌，成为全场的焦点。这摆南区机能比赛顶场，一般民众较罕得接触就是贴砖仔，而且过去拢是男性参与。不过今年出现有4位女性挑战，突破外界刻板印象。会中劳动力发展署署长施正业嘛特别高调关心，肯定职业无分性别，行行出状元。只要愿意努力，行行都可以出状元。我也相信，在所有的过程中，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奉献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意，他一定能够在每一个职类成为翘楚。这次砌砖职类的比赛打破以往几乎清一色都是男选手竞逐的局面，总共有4位女选手和14位男选手一起竞赛，颠覆传统的刻板印象。其中一位就他高岗2年的女性选手，虽然生了秀气闪闪，不过因为介意挑战人生，选择脱幕工程，唔惊艰苦。每一天搬砖仔、浇水、泥等等，拢爱练12点钟。伊讲工作以后，嘛是当装水水，嘛互职业训练老师相当娱乐。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差不多有12个小时都待在工厂，对。然后每天差不多砌200块砖，可是因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累得很开心。在工厂跟在外面出去玩的装扮是不一样的，在工厂就是稍微脏一点没有关系，可是出去外面会化妆，然后有时候会把眼镜拿下来戴个银眼，或者是穿裙子穿个短裤就出门。林夕的话，平常在练的话，他从早到晚都很认真的在练，而且他题目我发给他的题目，他有时候他自己会去设计自己的题目，自己做练习，也还蛮不错的，蛮认真的。开始职业无分性别，只要专业突出，赶快当行出家己的一片天。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有时乌阴准雨，其他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记录5成，海面平均雨量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5月27号的中嘉台电视新闻，咱再会。